前一阵仔雨是拄落雪，今仔日阁有一波锋面会到位，全台湾拢有可能会落雨。也若伫咧咱国的东南边，今年第2号风台马娃目前已经是转做中度风台啊，而且速度嘛有变较紧。也若敢会影响咱台湾，爱到拜三才会较清楚。今年的第2号风台马娃向北巴西方向刷震动，未来太平洋高压将会影响马娃的路线，甚至影响到台湾拜三开灾。周3开始的话，北边太平洋高压会逐渐的增强，所以周3之后会持续比较以偏西北西的方向朝着吕宋岛的东方海面这带前进。那后续是不是会持续往台湾这边靠近的话，还要是后期这个太平洋高压的强度而定。也若8月开始受到锋面瓦群的影响，各地天气慢慢转势无稳定。8月暗到拜2是锋面影响上明显的时间点，西半部可能有低延时强降雨。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。拜三中南部加东南部右岸的落雨。水利署讲，顶一波的方面对中南部的水情小可有帮助，会继续监控后一波方面的状况。但是强度无大，也会做人工增雨。接下来这波梅雨应该有4300万吨的这个水的进账，那其中最缺水的南部曾文跟乌山头，获益是最多，大概有1200万吨的水量。气象局讲，自8月开始，梅雨方面通过了，所来风台瓦群气候场会转做偏低压，方面就无法度形成。到5月底可能拢袂有梅雨方面，所以民众爱是爱继续用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